你有冇試過明明差啲就可以同心儀嘅女仔一齊，最後卻無疾而終？你有冇試過進入咗一段互相控制、指責、消耗嘅關係？你有冇試過同對方一齊之後開始後悔，咪要揀第二個？以上三種情況我全部試過，我唔希望你將會經歷或者不斷重複呢啲事情，所以今條片我會分享穩定呢兩個字喺愛情、男女性吸引方面究竟有幾咁重要，點樣透過三種穩定、心態穩定、情緒穩定、關係穩定去避免上述負面例子發生。我會毫不保留咁分享自己身上經歷過嘅挫敗，令你更加易理解當中嘅道理。呢個 channel 幫助28至45歲單身適齡男士提升異性選擇權，篩選高質伴侶，建立穩定關係。影片睇到最後有機會獲得1對1感情諮詢嘅機會，事不宜遲，立即開始。先講第一種穩定，心態穩定，唔講啲太無聊重複嘅大道理，直接分享我嘅一個挫敗經歷，相信會引起唔少人嘅共鳴。喺我比較懵懂，初初同女人相處嘅時候，曾經試過好中意一個女仔。喺第一次約會時，兩個人嘅情緒已經有升溫。當時我好心急，對方就比較矜持嘅，但都對我有好感，所以終於有輕輕 kiss 到。之後我哋嘅關係變得更加曖昧，但我冇我想象中咁順利，因為當時我冇乜感情經驗，覺得輕輕 kiss 咗下，對方就應該好中意我啦。我 expect 佢會好黐身、好親密。客觀去睇，如果佢中意我嘅程度10分係滿分，咁至少都有7至8。但係當時嘅我覺得係唔夠嘅。隔咗唔係好耐嘅時間，我變得更加心急，仲諗住係咪要欲擒故縱啊，走去咩 unfollow 佢 IG。隔咗幾日之後，我忍唔住揾翻佢，我見到佢係明顯有掛住我嘅。但係我哋講翻嘢之後，我就不斷透露，其實我好中意佢嘅，類似表白嘅説話。因為我唔揾佢嘅呢幾日，其實我係夾硬忍住嘅啫。之後佢又覺得我好浮誇，佢一開始嘅反應都 OK 唔錯啊，但之後就回復翻正常嘅水平。到呢一刻佢未反感我，但搞咗咁耐，我都係得唔到自己想要嘅嘢。我想要佢好主動、好黐身，結果同之前都係差唔多，甚至因為我冇嘢揾嘢搞，令對方嘅反應下降咗啲。當時我亦都受到一啲低質感情教學嘅影響，覺得自己係咪要表現得更加壞，更加 flirt， 甚至去傾鹹濕嘢，去拎翻一個所謂嘅主導力、吸引力。但女仔推開咗我，佢唔想傾呢啲話題。我對局面失控有一個報復心，打算要 block 咗佢，令佢真係驚失去我。但係隔咗冇耐，我又解封對方 send 咗幾句嘢過去。今次佢已經懶得廢話，直接講咗句拜拜之後就封鎖我，成件事無疾而終。就咁聽呢個故事咧，好多人可能都會覺得好唔成熟、好幼稚、好多內心戲。呢個我大方承認，因為呢個故事發生喺我細個讀書啱啱識女仔嘅時候，而對方啱啱畢業，有一定嘅年紀差距。我之所以仍然要分享呢個故事，因為每一個人都會犯錯。當唔係發生你身上嘅時候，你會覺得冇嘢啦，有乜大不了。但當係自己心急沉船，或者你想要操控一啲事情嘅結果，走向操控對方嘅反應，你想要對方俾你10分滿分嘅反應，佢俾你7至8分，客觀嚟講一啲都唔低。但你得唔到自己想要嘢，就會錯誤咁判定對方係咪唔夠中意你，甚至擔心會唔會自己好失敗呢？我想要佢多過佢想要我好似俾人嘲笑緊，佢嘅地位係咪比我高？等等等等嘅內心戲，好容易侵襲我哋嘅心，最後就亂咁做一啲行為，火上加油。原本順其自然有成功嘅嘢，反而因為人為干涉失敗咗。即使呢個故事係我好早期嘅挫敗，好唔成熟，但我唔會忽視佢嘅重要性。換作係其他人，成功 kiss 到某個女仔，可能會諗志在必得，期望對方嘅反應要極好，非常中意自己，否則有自我懷疑，所以要控制翻對方。但事實上冇乜嘢係理所當然嘅，成年人世界有肢體接觸甚至發生關係都唔一定代表啲咩。更加重要其實係互相尊重，靜落嚟享受當下，順其自然。接下嚟就要講第二種嘅穩定，情緒穩定，同樣係分享我嘅親身經歷，等大家容易理解，都係我感情方面早期嘅經歷，但發生喺上個故事之後。我同一個女仔發生關係並進入感情，原先係非常值得享受嘅愛情，但當時我係受到一啲男性主導兩性價值博弈，甚至有少量厭女文化嘅感情教學影響，導致我喺關係當中過度在意主導權，需要控制對方嘅行為付出，甚至係性方面各種嘅滿足。但好快就令對方質疑我係咪真係愛佢呢？結果就陷入更加多嘅爭執同對抗，而我嘅情緒係好唔穩定嘅。一時因為對方順自己嘅意思或者妥協而感到愉快，一時因為產生對抗，自身嘅需求冇俾人滿足而憤怒失望。其實當時我並唔係唔愛佢，但呢種愛係建基於自戀嘅滿足，自身安全感嘅缺乏，透過控制對方無止境嘅要求，去不斷填補內心嘅空洞，好快對方就會心灰意冷。呢個例子未必會立即引起所有人嘅共鳴，因為香港有唔少男性係調翻轉嘅，係向女方妥協嘅，係俾女方控制嘅。
但其實你將我呢個故事嘅男女角色互換，你就會發現真相總係驚人地相似。例如某啲女人要求男友不斷去付出、情緒綁架、準時報備等等，其實都係源於女方自己嘅內心空洞、原生家庭創傷，佢自己對佢自己嘅安全感不足、情緒不穩，呢啲嘢唔係一個外人，唔係你不斷為佢付出、塞嘢俾佢又解決到，而係佢要先自己睇見佢自己嘅內心，向內探索，睇見佢自己嘅需求，先會真正解決問題嘅源頭。呢個都係點解好多人話某啲港女公主病好難服侍，其實問題總係出於自己身上。正如當初我自己一樣，除咗用情緒穩定去檢查女人，你其實都可以問自己，你會唔會好容易喺一段關係當中，因為一啲小事嘅情緒大起大落呢？背後會唔會係兩個人冇睇見對方嘅需求，冇去表達出嚟，而係要雙方估嚟估去呢？自己會唔會係出於討好而並唔係真心去付出？你會唔會好容易對自己或者伴侶有不安全感？接下嚟就係第三種嘅穩定，關係穩定，仲可以分為進入關係之前同埋進入關係之後。我同樣會攞自身嘅經歷去分享，等大家直觀去了解，並且會附帶關係不穩定嘅背後分析。大家感興趣嘅記得訂閱俾你就唔會錯過更多深度分享嘅感情資訊。影片結尾更加有機會獲得1對1感情諮詢嘅機會。回到正題，今次我要分享嘅係感情經歷中期打後嘅心態，並唔係一個單一嘅事件。呢個時期我已經累積咗唔少感情經歷，短中長期都有，但處理關係都係唔太穩定嘅。例如同某啲女人在關係前，我會擔心會唔會佢唔係最好嘅選擇。會唔會佢唔適合我？會唔會我令佢失望？會唔會俾佢拒絕？我究竟係想要短期刺激關係定係長期穩定關係呢？進入關係之後又可能會諗，我會唔會錯過咗其他女仔？我哋呢段關係應唔應該 keep 落去？我同佢一齊定係自己一個更加快樂？因為簡單介紹下自己，我算一個逃避型依戀人，自細成長經歷缺乏愛陪伴同埋安全感，好習慣自己一個人，所以有意無意會影響我同女人之間嘅關係，帶住好多嘅唔穩定啊、質疑，亦都體驗過好多嘅挫敗同埋自我退縮。其實一個人喺關係當中嘅不穩定，變嚟變去，成日擔心或者想要不斷去切換感情對象，往往都唔係對方有問題，而係自己。正如好多人談到嘅出軌問題，其實好多時個重點原因都係出軌嘅嗰個人身上。一個人中意出軌嘅話，即使佢係愛上你嘅，佢仍然會出軌。其中一個心理嘅分析係，你越同一個人相處得耐，兩個人就好似心理全裸咁樣，所有嘅經歷、性格、背景、創傷都會被一覽無遺。而我感情生活前中期嘅時候，對呢啲心理狀況毫無自我嘅覺察，所以潛意識不斷引起啲失敗，重複一啲細個會體驗到嘅不安全感、孤獨、逃避式愛情。呢個係關係不穩好大原因。有時唔係對方嘅問題，而係你唔想喺一段關係當中暴露你自己，你唔想睇見你自己一啲脆弱嘅地方，所以你要使一段關係好唔穩定，或者不斷切換對象。呢啲嘅心態，無論係進入關係之前定係進入關係之後，短期定係長期關係都會有所影響。但係呢件事又唔係冇得被轉變嘅，因為當你察覺到並開始作出選擇嘅時候，你已經成功改變啦。並喺呢度，我想帶嚟一個好創新、好有啟發嘅方向，一種靈性觀嘅取向。我知道好多男士比較理性啦，可能對呢方面係比較質疑，但係先唔好太心急，因為呢個方向確實俾到我一種點醒頭腦嘅清晰感。其實我哋已有嘅知識、已有嘅資訊，對比自己沒有嘅資訊、沒有嘅知識，就好似蚊比同牛比。我哋知道嘅嘢佔比宇宙整體就好似一粒沙咁少，所以去相信宇宙為你嘅安排，話唔定就可以立即徹底改寫你嘅感情人生。再直啲講就係，宇宙安排嚟到你身邊嘅人，特別係女人，都係有意義嘅，因為機率呢樣嘢並唔存在，機率存在嘅先決條件係對於資訊嘅缺乏。所以機率對人嚟講係存在嘅，因為你會有好多你唔知道嘅嘢，但對於宇宙本身係唔存在嘅，因為你唔知道嘅資訊喺宇宙嘅角度嚟睇，佢係知道嘅。再直啲講就係，你唔知點解呢個女人會出現喺你面前，點解嚟到你身邊，呢個只係你自己唔知道，宇宙係知道嘅。就算你花盡一生嘅時間不斷去認識女人，但你人生總共認識接觸喺一齊嘅女人，對比地球上所有女人嘅數量，一樣係蚊比同牛比。就算你人生可以接觸上千嘅女人，但呢個地球有40億嘅女人，與其只係去相信自己僅有嘅一啲知識資訊去對事情作出批判，不如相信一切發生自有道理，所有嘅選擇就係最好嘅選擇。呢個就係點解你會掙扎，你唔知自己點樣做先係最好嘅。你唔知自己喺一個感情生活當中要作出咩選擇，你唔知邊個女人係最好嘅，因為你嘗試喺最好嘅選擇當中揀一個最好嘅，其實就係浪費自己嘅時間。我明白，如果你第一次接觸到咁樣嘅說法，你可能會覺得有啲難明或者想要質疑，但其實我只係想簡單咁樣話俾你聽，
你唔需要用自己僅有到可憐嘅知識去對你目前生活見到嘅狀況、女人去作出批判。你點樣知呢個人一定唔適合你？點解你覺得自己嘅狀況一定係好差呢？點解你覺得自己應該要退縮呢？點解你覺得拒絕對方質疑就係好嘅呢？點解你覺得自己比宇宙安排更加聰明？呢個說法並唔係話你要完全躺平等運到咩都唔使做。調翻轉講，其實越有實力嘅人，運氣一定越高，機會都越多。因為機會同運氣多數時候都係擁有實力嘅人先有資格去把握。例如我一路以嚟對自己內在嘅建設，獲取更加多嘅知識，了解自己嘅心、性格、個人特點，去更加多嘅地方探索生活，認識唔同嘅人，先令我接觸到各式各樣嘅女人，更加多會主動嘅女人，未必係我一開頭好中意佢哋嘅，甚至我根本都唔知原來佢哋會合適我。但當你放低自己狹窄嘅心，去體驗生活、體驗女人，就會發現原嚟最好嘅已經嚟到你身邊，除非你選擇視而不見。如果你同過去嘅我一樣經歷緊以上3種嘅不穩定，心態不穩、情緒不穩、關係不穩，並且缺乏明確嘅方向，喺感情當中受到挫折，唔知道要點算。我精心準備咗一套成熟吸引力系統方法，透過建立內在吸引力，提升選擇權，並且篩選高質伴侶嘅策略，幫助學員建立穩定長期關係，亦都可以喺忙碌之中高效約會。如果你都想成為感情事業雙豐收嘅男士，你可以點擊影片描述欄或留言區第一條 link 領取呢套系統式方法，我會喺入邊分享更加多嘅細節同成果，你更加有機會獲得1對1感情諮詢嘅機會。